路现在有在试办，它有很多那个左转道，所以我们都可以直接转过去。然后其实也就是跟汽车在那边排队而已，而且浮潜，我们感觉到最深的是那个浮潜路，因为它是2线道，所以它直接这样切过来就好，我们不需还要再跑去旁边，然后之后再带转。我非常喜欢这个政策。有的时候都会想弯就弯呐，现在它有不强制的话，它就会顺着这条路，到那个左转的地方嘛，它就会在那边带转，直接弯过去。因为我觉得这比较安全的原因是。人迄当阵咧徛会惊向警察咧，是会伫遐注意看到有警察无，直接甲过过。现在他不强制的话，他就会很顺的这样弯过去。如果想带转，他还是会去带转。因为府前路的这个示范的成效良好哈，因为并没有特别的这个事故的这个高增加的这种情形，所以我们也陆陆续续在永康还有其他各区市区的其他各区都特别挑了一个路段来做示范。那么目的是希望能够广泛的收集在不同的行政区域的这个政策实施之后，汽车跟机车用路人对于这个改变的这个行车行为跟行车管制的这一些适应的情形。那我想我们会持续的来观察，那后续陆续来针对还有管制的部分再来陆续的开放。台南市过去因为这个很多道路路幅比较狭小，所以很多单向只有2个车道的道路内侧都还有进行机车，那这个就表示机车只有外线的一个车道可以行驶。那当机车遇到路边停车或者是有公车停靠的时候，不然就要只能停下来，否则如果它要变换车道穿越，它就会变成就要骑进内侧的进行机车车道，导致它会违规，就会常常被取缔。在这个提供机车足够的行车空间的这个考量底下，我们陆续来盘点这个台南市原6区跟周边的永康这些区域单向2车道的道路内侧还有进行机车的这些路段。那我们也优先在去年的10月底优先以府前路来做示范。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也就是说，不强制2段式左转。我们先前在中正路和府前路这个示范的情形成果是相当好的唯一发生了2次机车左转这个事故，是因为轨切，就是说它到路口才要直接左转，那这个部分是错误的交通行为。那但是呢，原则上我们实施的成效示范的成效还算不错，所以我们选择在永康区也是交通很繁忙的大湾路，来全长4公里，大湾路加上富强路1段来实施不强制2段式机车左转的一个示范。但是这个示范很重要，需要很多配套，包括标线这个标语的这个涂销，还有包括这个标志的路的这个改善，还有包括驾驶行为的改变。那特别强调这是不强制，也就是说，如果你能及早汇入左转的车道的话，或内侧车道的话，你是可以直接跟随汽车这样左转。如果你不能及早汇进去的话，你还是选择2段式左转，我们也不会因为这样子就不行。所以这是给我们机车用路人一个很大的一个选择。2024台湾灯会在台南，2月3日到3月10日，邀您一起来台南赏灯。大家好，我是杨顺怀，欢迎收看2月19号礼拜1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2024年台湾灯会伫台南高铁灯区将伫元宵节登场，到时除了有22公尺悬的主灯拢来台湾，还有将近300组的花灯。伫开幕5天前，市府特别举办记者会来宣传，市长黄伟綽邀请全国民众伫时西南店按时看花灯。一起
2024年台湾灯会由安平灯区伫2月3號率先登場以後，根據統計，到目前為止已經吸引超過300萬人次參訪。不過，其實當頭期是應有指定的高鐵燈區2月24才會正式開幕。伫開幕前5天，市府也至交通部觀光署、雲嘉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等工協會代表以及贊助單位做伙開記者會宣傳。會中除了台南有5位兒童合唱團歌水活潑的開場，還用拍開會場的創意，凸顯高鐵燈區將佇元宵登場，邀請全國遊客日時看藍燈，暗時看會場。啟動！哦，有！在我們市長、委員還有所有的長官大力的集氣之下，展開了2024台灣燈會在台南榮耀。我們是全方位的，包括你如果白天搭了高鐵來要去看燈會，你白天燈還沒有點，有什麼可以看？就可以看蘭花。我們2024世界蘭花會議暨蘭花展。就在我這個地方大台南會展中心，來自世界30多個國家的蘭花學者專家發表論文，開蘭花會議，很多朋友來這邊看美麗的蘭花，白天看蘭花，晚上就來看燈花。大家知道在安平燈區，我們燈會的安平燈區總共有30組，這個燈已經非常非常好看了，在這邊。主燈區、國家燈區有300組美輪美奐的燈，所以如果你搭早上第一班高鐵來這邊逛完了，搭最後一班高鐵回去可能還來不及因為很多美食太多了。元宵動港在登場的高鐵燈區，除了高達22公尺高的主燈攏來台灣，展現龍遊四海氣勢以外，也有將近300座花燈甲裝置藝術，相當有看頭。不過因為目前也在做最後時間收尾，也未正式開放，所以嘛呼籲遊客唔通先到工地，以免危險。台南新聞阮志何長邦採訪報道。台灣燈會高鐵燈區除了有花燈，還有70多組國內外的表演團體，其中舞蹈新樂團是唯一連續演出42場節目劇的團體，特別打造沉浸式的舞台，俾予觀眾無同的體驗。今年台灣燈會在高鐵燈區，除了22公尺高的主燈，加將近300座的花燈以外，也有70多組國內外的表演團體。其中上受注目的團體，就是來自台北的舞蹈新樂園，因為伊嘛是這屆台灣燈會唯一連續演出42場節目劇的團體。這屆因特別為燈會打造獨一無二的體驗舞台，無論坐咧享受全景，還是有機會佇舞台身軀邊，攏是真特別的體驗。最特别的呢，它是沉浸式的。我们是邀请观众呢，是可以跟舞者一起穿梭在舞台中，所以参与在舞台上的观众呢，也是表演的一份子。那这一次呢，在高铁灯会的灯区，我们打造了这个很特别的舞台，四周是有阶梯观众席，也可以坐着的，所以可以看到不一样的角度，全景式的演出。那也可以走进舞台上面来做一起参与。每一个场次是200个观众，可以在舞台区中央一起做沉浸式的参与。那我们也特别呢，在每一场演出之前。我们有创作了一首打卡波这样子的舞曲，是把台湾的各个阵头的脚步融合在其中，也邀请各位朋友们呢都可以来现场跟我们一起学这个舞蹈，一起打卡波。
假是互观众成为节目当中重要的一份子，就是因希望传达的感受。邀请所有游客伫开幕以后做回来欣赏，不只互世界看见台湾的水，更亲身体验台湾味。台南新闻阮吉和乔芳采访报道。台南市文化局伫所谓发展部的支持之下，建伫第一座5G 文化科技实验基地，会陆续举办系列展览，让民众会当亲身体验台南在地文化和科技结合的成果。为着促进台南5G 文化科技产业发展，伫所谓发展部的支持之下，市府文化局斥资800万，伫台南文创园区建伫模拟工坊。规划高大试验区，会当提供新创团队伫稳定的5G 网络环境之下进行研发。未来应该是5G跟各行各业结合的一个时代。那我们对于文化跟这么软的东西跟5G 这个比较硬的东西结合是很，当然可以有一些就会有很多想象。台南的文化吼，没有透过新的科技，然后较侪人会当了解哦，然后从而呢对台湾有更深的了解。现场展示第一批参与业者的成果，有使用 AR 技术打造的传统家电，戴着 VR 目镜，就会当回到荷兰时代的部落民族城。还佫有甲公共技术互动的 IR 蓝晒图，呈现美食小食的富城味 AR 餐桌。以及彰显古调港历史风貌的台南 AR 时光文旅。在这个用5G 的地方呢，我们让它可以呢有这个大概有20位，好，就是有20位的民众呢，如果我们的设备啦或是有充足的话，它都可以同时运用5G 的技术进入到这个 VR 的世界里面。以前是只能用平面的投影，那这是因为5G 的技术，我们跟南台科大团队这边合作，那导入5G 技术之后呢，我们可以把3D 直接呈现在大家的面前。那我们有准备了4道经典小吃：蛙粿、虾卷、鱼羹跟岛龟。这座基地目前由南台科技大厦主持运营，日后将进行结合科技的艺文展演、视觉技术创作等等，透过内部的5G 网络进行多面向的应用。台南新闻台采访报道。商品有7天的试用期，伫台南有一间长期照顾机构，嘛推出7天的试大服务，做伙来了解。上基本判断一个好的护理机构，就是教场片美，甲看老人敢有笑容。这间位伫台南市安南区由乐活集团1个月前接手经营的24点钟主体型养护机构，由训练有素的护理人员进驻，照顾39位时段，嘛一步一步改善原本的硬体，互更较舒适。经过了解，因除了过年期间服务无中断，业者嘛推出7天试大免照顾费用，无毋对试大方案到3月底截止。就是要互在地有需要长期照顾的家属小可天困，减轻压力。你住进来可以体验一下，因为有时候我们每次跟你讲说，哪些机构好，哪些机构好，都是口语听说，但是很多情况就是你没有亲身去体验，你感受不到这个照顾，所以我们才会提醒，就说那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服务，让你来体验一下。乐活集团旗下伫安南区所属的3间主体型照顾机构，除了体贴家属，其实嘛是要互家属知影，机构拢会当串联政府推动长照 2.0 甚至 3.0， 有交通就医等快的服务。所以比如说你可能会有一些交通接送。好，那或者是你需要就医服务，那甚至周边我们也会，比如说你像老人家，你白天我去上班，白天没有人陪，我们也会有一些日照中心的一个资源可以提供他们照顾。那甚至说老人家他白天也需要活动嘛，我们也可以让他去，有些就像老人幼稚园一样，那他就可以放心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这个就是可以缓解被照顾者的一个压力。咱拢会老如何在地老化，老得有尊严、有生活品质。同时减轻厝内人的负担，选择一个比法规标准较悬的护理能力，有爱心，会让针对老人个别需求来服务的机构相当要紧。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
台南永康凌霄宝殿武良宫伫初9天公祭东岸子时举行祝寿大典，庙埕客满1000名以上的信徒，现场相当热闹。武良宫是永康的信仰中心，千灵团拜天公的传统，至今嘛已经有数十档的历史。正月初8暗时无到11点，伫庙前广场就来了1000多位信众前来祈求平安。时辰一到，众人得到书册口令，行3跪9叩守礼，场面是相当的震撼壮观。武良宫主委王大明表示，武良宫初9天公祭千灵团拜活动，逐档拢吸引真侪在地以及外县市的民众共同参与，而且团拜人数是一档比一档搁侪。今年竟呼应着台南400，为正月初1到15会开放民众超平安钟，向玉皇大帝祈福。伫初9暗时，嘛有邀请着明华园总团来演出。伫2月20日元宵节当天，还有元宵节联欢晚会，欢迎各人朋友踊跃参与。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大台南中市中青会18号举办龙年新春团拜，由理事长张惠芳带领中青贵宾专程依教鼓励祭拜祖先，宣扬孝道。大台南中市中青会龙年新春团拜，18日伫总理餐厅登场，邀请到中市总长以及会员朋友团圆用餐，会中更依顺鼓励来祭拜祖先。向堂上列祖列宗、祖公祖妈之神位行最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大台南张氏中青会呢，大家聚在这里呢，用照古礼呢，用最大礼呢来祭拜我们的祖先。所有的这些祭拜的物品和我们的程序，全部按照古礼。在这里呢，除了代表我们慎终追远以外，也在这里跟大家拜年。那希望大家呢，今年呢比去年更好，越来越好。今年的团拜除了有宗亲好友做伙团圆，大台南中市中青会也邀请到民政局长江玲煌以及这位区长舞会，并且来台湾中市中青总会理事长张正雄莅临指导。非常高兴能够来参加我们这个大台南张氏中青会的这个新春团拜还有祭祖的这个典礼我们这个台湾张氏总会可以说在我们这个大台南的张氏中青会参加之后，一直就是我们的这个可以说是最佳的一个中青的一个这个团体的这个组织，做了很多对中青各方面的这种联谊这个的这种项目之外呢，参与了很多的这种地方的这个公益这些这个慈善的这一些项目。那尤其像我们张会长这个食物银行各方面的这些善举不是令人称道除了吃春酒，中青会更安排了真侪游戏，和会员同乐，嘛请来珊珊、一鸣2位歌手来表演，和龙年的团拜活动更加趣味欢乐。张氏中青会，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台南市一名48岁单小姐，私密处定会感染，经过台南市立病院进行外科做手术以后，才解决20多天的困扰。透过报道做回来了解。台南市立病院进行外科医师尹瑞慈表示，小阴唇有保护女性私密处的功能，当双脚并拢，小阴唇会自然合拢，将阴道甲尿道口来砍掉的，避免摩擦受伤、降低感染的风险。但如果小阴唇过长或者是肥大的问题，就容易因为皱褶造成清洁无容易。如果影响到日常生活，医师建议会用的手术来切除。大部分的人通常都是因为太长，那太长它不是疾病，
那有些人天生他大概就是长这个样子，那因为这个样子，所以会导致他后续的那些问题，包括摩擦啦、感染啦等等的不舒服的状况。对，那处理的方式大概就是把过长的部分去把它修剪下来，变成我们正常人大部分人的一个长度状况，那你会比较好清洁，那也可以预防后续有可能产生的一个感染这样子。手术之后是一劳永逸，这个东西不会再长出来了。对对对，切除掉的东西就是切除了，也没有什么复发的问题。医师表示，其实小阴唇过长或者是肥大，并不是一种疾病，而是构造的问题。但如果无做好清洁，就容易一直来感染。就因为部位伤过私密，真侪女性拢歹势来就医。医师呼吁，应该以健康的心态来看待女性私密处的感染甲治疗。只要经过简单的手术搭配药物，拢会用得到真好的治疗甲改善。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顶岛的囡仔还会偷带尿吗？新台病院小儿科医师表示，若是5岁以上，每个月发生1摆偷带尿，同时持续3个月以上，就应该爱寻求医生的评估甲治疗。小朋友的尿床伫细汉的时并无少看。根据新台病院小儿部医师陈志佳表示，就算6岁以上有尿床的困扰，大约还佫有1成左右。除了原发性的构造还未成熟，另外继发性亲像肥胖、呼吸中止，嘛会造成尿床。儿童本来就有可能会尿床，不过到6岁以上，如果还是持续尿床的话，当然有时候会比较困扰。但实际上到6岁的时候，大概还有1成的小朋友有可能晚上会有一些尿床的一些可能性。然后到12岁的时候，也大概还有1%到2%有可能会有一些尿床的一个机会这样子。那主要发生的原因的话，很多大概都是它的构造还没有成熟，包括说大脑、包括肾脏以及膀胱的部分。那当然有一些所谓的次发的原因，包括说有可能像呼吸中止啊，等等，便秘啊等等之类的，这个也有可能会造成尿床。所以基本上大概就是如果有持续这样的问题，而且造成困扰的话，那就是要就医，然后由医师去帮你做详细的一些检查，然后找出原因，然后来做处理这样子。原发性的尿床，亲像暗时歹叫，或者是暗时高热，加夜间泌尿机过度的反应等。而继发性包括构造异常、便秘、压力，或者是呼吸中止、神经性的膀胱等，拢需要依照病史加相关的检查来做区分。医师嘛会经过评估，并且予伊适当的药物来做治疗。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2月19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顺怀，咱再会。